靚女有準價有準貨咧都有。今個聖誕自信仲唔係你？今晚11:1睇電視，再上士多網站都準貨啦！聖誕節到啦 ，Hello Kitty 有咩新搞作？佢畫緊芝曼尼梳化，過百款選擇，仲有唔同顏色、尺寸俾你揀。呢張外形時尚，配上高背設計，舒適感 level up，全線梳化85折，買滿6000蚊送你 Hello Kitty 限量禮品。依家門市同網店都可以買到啦。芝曼尼屬於你嘅梳化。係袁之恒陪大家睇天氣。咁乾燥嘅東北季候風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。本港今日天晴，朝早各區氣温介乎15至18度，但北潭涌只有12度。咁下晝回升至21至26度。咁季候風將會喺未來幾日持續，週末期間天晴乾燥。咁星期日猛北風增強。咁轉睇下，截至下晝5點鐘，天文台錄得嘅氣温係介乎18.7到22.9度。7點鐘嘅氣温係20度，咁相對濕度74%。天氣先生，聽日天氣點啊？預測大致天晴，聽日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9度，新界再低幾度。日間乾燥，最高氣温大約23度。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，稍後風勢清勁。展望隨後2、3日大致天晴同埋乾燥。星期日日間温暖，下個星期一天氣轉涼。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5，強度屬於中等。跟住我哋轉睇下。踏入12月，可能你會問天氣幾時會轉冷？咁雖然全球氣温持續上升，但香港冬季仍然會轉冷㗎。根據天文台過去30年嘅資料，有23年嘅氣温喺12月跌至12度或以下。其中又以12月中旬最多，達到11次。而喺2013到2017年嘅5年之內，更加有4年出現喺12月17號。跟住同大家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。廣州天晴，澳門明朗，深圳天晴，廈門天晴，台北落雨。天津多雲，北京多雲，瀋陽多雲，首爾多雲，上海多雲，杭州多雲，南京多雲，武漢多雲，大阪多雲，東京明朗，曼谷有霧，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多雲，胡志明市明朗，馬尼拉多雲，墨爾本明朗，悉尼驟雨，布里斯班雷暴，奧克蘭明朗，溫哥華驟雨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驟雨，紐約多雲，多倫多明朗，羅馬落雨，蘇黎世多雲，巴黎、法蘭克福、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落雨。天氣講到呢一度，拜拜。用自己中意嘅方法揾樓，唔係問題喎。想直接揾代理幫手，同我 A 加傾。想做多啲功課，坐低慢慢睇。過萬樓盤短片任你睇。想 high tech 少少，梗係 VR 睇樓。即刻下載中原地產 App， 可以睇到全港筍盤資訊、VR 片段同 video， 助你全天候輕鬆揾樓。體驗指尖揾樓，中原地產。媽咪，我個女咧，好似永遠都長唔大咁嘅。唔該，媽咪。好好照顧自己。Panasonic Nano E 護髮豐瞳，送你一份無微不至嘅呵護。Panasonic